拒绝成品牛油的使用，让一锅底料赢在了起跑线。它如果用的是撇的，它就炒不出来好的味道。火锅底料没什么秘方，所有调料摆上台面，各家拼的是用料的诚意和控温的手艺。油温不断升级，决定了下料的先后顺序。比如说你该150度下姜，等150度下姜。比如说海椒高于到110、120，它都会变发苦。花椒，比如说它的油温，你油温低了下，它出不到香味儿；你油温高了下，也会发苦，也会香味儿也会跑。在最合适的油温投下对应的香料，才能充分激发香气。高度白酒活跃气氛，给香气提神儿。伴随着酒精的挥发，让一锅香料趋于平和。